各位諸位，大家好啊！我係炒野猛人分3專兵嘅。咁今日咧咁啊收到消息啦話咧本英咧長江咧1號咧咁啊4月2號咧咁啊簽字落實啦同貝萊德啦即係買賣嗰個巴拿馬嗰啲碼頭啦咁啊消息收到咧，好似話有變卦喎。好似話簽乜嘢即係意思又唔簽咯咁佢話你心知肚明啦，你哋係咁講咁你哋自己知啦咁講咁呢句話唔知點解喎咁好啦咁個股價嚟講咧收市做緊45蚊，咁下個禮拜唔知會唔會掟係咪咁講到咁樣。係咪真係唔簽咧？咁自己諗下喎佢嗌你自己諗下喎好奇怪喎咁呢啲係啱啱嘅消息嚟嘅咁自己諗下啦咁買唔買1號仔和黃啦咁即係變更可能係變卦啦，係咪咁講可能壓力問題啦，係咪咁無啦啦講呢樣嘢喎咁好啦，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咁佢嗌你自己諗下好奇怪喎好啦，拜拜。